我們要帶心來關心的，就是這個中油煉製部的前執行長痴漢，伊涉嫌貪污。3月19日，在屏東的萬巒，甲這電子卡機加斷了後，人就安尼浪港去。即馬經過6天的通緝，檢警昨是佇台東的太麻里一搭民宿甲摻到，伊的身軀邊佫對一個敢若是負責甲接應的細齡的查甫人。檢方是表示講，這個痴漢呢佇浪港進前，抑佫有一個細齡的查某朋友，即馬已經照這盜廠犯人的罪嫌，甲伊聲押核准。是有人建議你嗎？面對媒體提問，中油前執行長痴漢無講半句話，佇警方的押送之下，豆豆行入分局內底。痴漢19日佇屏東萬巒加斷電子卡機，甲物件等去潮州大橋卡了後，就趕來接應的細齡的查甫人，一路賽車去台東太麻里的山頂。兩人美佇這搭民宿攏總住5天，檢警24時去抓人，透暝甲痴漢2人押轉來高雄。檢方發現，除了細齡的查甫人以外，佫有一個細齡的查某朋友嘛涉嫌協助痴漢浪港，佇咧20已經聲押核准。從整個案發前的10天、20天就開始去沿路去調監視器，有發現說在案發前，這個林姓女子有跟那個徐漢就是徐男到這個案發地點去看這個地形，這個是後來我們就沿這個線索繼續去偵查出來。檢方表示，這場浪港行動差不多是過年了開始計劃，3個人進前都熟悉。警方20時佇民宿找到人，發現除了衫褲甲簡單的食食以外，痴漢身軀頂還有炸20多萬的現金，敢若是為着長期逃亡在做準備。他是因為透過我們的朋友說，他需要是來山上休養身體，然後身體狀況很差。台東這個民宿的所在真偏僻，一般民眾真少打卡到。檢方表示，若是坐趟出去，台東不是第一選擇，應研判痴漢應該是按算要長期逃亡，才會選擇這搭所在。針對是不是有其他的人涉案，目前正在擴大調查當中。記者柯家族副朝陽高永昌報道。